歡迎大家進入輕輕鬆鬆執墨水、執所需呢個頻道，盼望影片能夠適切你嘅需要，釋放你生活每一個無形嘅關卡，輕輕鬆鬆、快快樂樂咁樣生活。今日題目係化解衝突，相信每個人都喜歡彼此理解、相處愉快嘅人際關係。當係面對衝突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化解呢？今日我哋會提供一啲可行嘅做法，改善你重視嘅人際關係。一般喺人際關係裏面容易出現衝突嘅，包括屋企裏面有啲青少年嘅子女啦，退休夫婦彼此適應新嘅生活節奏，職場上邊人際關係等等。呢類嘅人際關係基於人與人嘅相處面比一般人係多同埋密集，因而出現衝突嘅機會就增加啦。又加上人與人之間嘅差異同埋獨特性，衝突就更加容易發生。今次我哋用 NLP 神經語言程式學裏面嘅兩個工具，當中會運用兩個嘅假設前提同埋3個感知位置去處理衝突。 NLP 係指導我哋思想同埋行為，幫助我哋更加彈性同埋有效咁樣去同人互動同埋解決問題。但係大前提上就要你積極同埋正面嘅意願，主動嘅喺你自己生活裏面實踐，藉此證實呢啲假設前提嘅效用。衝突出現嘅時候，基本上係由於人與人之間嘅相異處，對事物係有唔同嘅想法同埋做法。所以 NLP 其中2個嘅假設前提為你提供一啲嘅指引。其中一個嘅假設前提就係沒有2個人係一樣嘅。當你接受呢個假設前提，你就唔會因為他人同你唔同嘅想法同埋做法而感到困惑。另一個假設前提係一個人唔能夠改變另一個人，我哋只可以改變自己。衝突嘅出現，往往係因為要勉強他人跟隨自己嘅想法同埋做法而產生。每個人隨住歲月嘅成長、經驗嘅累積，對事物有唔同嘅理解同埋判斷，對於同一件事會有唔同嘅感覺同埋想法，加上着重嘅角度不同，判斷之後所下嘅結論都唔同，做出嘅決定都各異啊。就好似夫婦之間一齊生活，2個唔同嘅個體生活，大家嘅生活習慣都各異。就好似洗衫掛衫呢件咁小嘅事，你由上邊掛落去啊，定係下邊掛上去？或者每日瞓覺之前，你用牙線啊定刷牙嘅先後次序，咁小嘅事都可能出現一啲嘅衝突㗎噃。又好似父母對青少年子女嘅想法同埋做法，往往都出現難以接受嘅地方，或者係職場上邊同一件事，唔同嘅人會有唔同嘅想法同埋做法。當出現差異嘅時候，如果我哋嘅心裏邊咁諗，我嘅想法同埋做法都比你優勝，點解你唔跟從我啊？咁樣，如果有一方堅持自己嘅己見，另一方又唔願意妥協，又唔嘗試聆聽同埋了解對方嘅想法，而且係企圖係想把自己嘅想法同埋做法咧係強加於人嘅身上，自然衝突就會產生啦。因此，你運用呢2項嘅假設前提，接受每個人嘅獨特性，以互相尊重同埋欣賞嘅態度，聆聽同埋嘗試明白對方嘅想法，喺適當嘅時候分享自己嘅觀點，咁樣就可以去拉近彼此嘅距離，衝突就可以避免啦。第2個化解衝突嘅工具，我哋都係運用 NLP 當中嘅3個感知位置，其實係有5個嘅。今次我哋只係講3個，用到呢3個就足以大大改善衝突嘅關係啦。近日我出外散步，觀察到一啲有趣嘅情景，就用嚟做例子，去嘗試去解釋呢3個位置。我散步嘅地方咧，係有唔少嘅養寵物嘅人咧喺度放狗。有一天，我見到有一隻頗大嘅長毛狗，狗係相當溫順噶，主人咧係冇用狗帶，好放心狗係自由嘅走動。
但係狗屢次咧走到圖書館嘅門前咧係躺臥喎。近日天氣咧非常之熱，嗰個圖書館不斷開關嘅門咧，陣陣嘅冷氣就由室外飄到室外。主人雖然屢次嘅係帶走佢，但係佢都走到去圖書館嘅門前。最後狗主人咧就帶隻狗走遠一啲嘅地方，竟然長毛狗咧仍然咧係走翻去圖書館嘅門前躺臥，因而咧係激怒到主人，並且係當場責打佢添。透過3個位置角度去睇事情，拆解下平息狗主人同埋長毛狗之間嘅衝突。呢個工具可以幫助狗主人更加認識、更正視自己同埋長毛狗，從而咧揾出雙贏嘅方案。衝突發生嘅時候，往往情緒咧就喺前邊，甚至係失控嘅，讓我哋咧失去咗理智嘅思考。因此，事情發生之後，等我哋冷靜落嚟，退一步回想之前衝突發生嘅過程，進入 NLP 溝通技巧嘅第一位置，即站喺自己嘅角度進行自我嘅觀察，問下自己我嘅感覺、想法同埋需要係點咧？從自己嘅立場去觀察對方，就好似長毛狗主人進入第一位置，即自己嘅角度進行自我嘅觀察。相信佢會警示到自己係重視公共嘅利益同埋規範，所以對狗躺臥喺公眾圖書館嘅門外嘅不當行為咧係想嚴加嘅禁止，並且佢屢次指示狗離開，但係狗係冇聽佢嘅命令，而令到佢氣憤。我哋進入第2個位置，即係從對方嘅立場去感受同埋去理解，以同理心進入對方嘅心境同埋現象世界，留意下自己嘅語氣、說話同埋行為係點樣影響對方，並且同對方嘅立場去觀察自己。好似長毛狗嘅主人，佢進入關係裏面嘅第2個位置，即係長毛狗嘅位置去思考問題，用同理心進入長毛狗嘅心境同埋現象世界。如果佢對長毛狗有基本嘅認識，佢就明白長毛狗根本就唔係好適合生活喺香港嘅濕熱嘅環境裏面。相信狗如果係人嘅話，狗主人嘅責打會令到佢感覺到委屈。衝突嘅發生能夠進入第2個位置，即係能夠從對方嘅角度出發，去感受同埋理解對方正係經歷嘅事情，即係將自己設身處地換位思考，體會對方嘅感受同埋想法，能夠理解對方、明白對方幾多，就要視乎你對對方有幾多認識咯。人同人嘅關係，如果多一分明白，就會多一分體諒，多一分接納。進入 NLP 第3個位置，可以更加理性同埋有效咁處理問題。第3個位置即係從旁觀者嘅位置去睇事，以完全抽離嘅角度去尋找兩者之間嘅共識，讓自己成為一個獨立嘅觀察者，以客觀嘅角度去睇事物。問下自己，呢次嘅衝突對一個完全冇參與嘅人嚟講係點睇呢？你可以嘗試閉上眼睛，幻想一下你離開自己嘅身體，睇見自己同對方之間嘅互動，同時發生咗衝突嘅過程。你以旁觀者嘅角度、抽離嘅角度去觀察同埋理解呢段嘅對話，就好似長毛狗同狗主人之間嘅衝突嘅事。用旁觀者嘅角度，唔知你會點睇呢？我想狗主人以旁觀者嘅角度睇呢件事嘅衝突，相信佢會明白到喺香港去養呢類型嘅狗，基本上係要俾佢足夠嘅空間同埋合適嘅溫度。尤其近日香港戶外嘅氣溫係頗高，狗主人忽略咗長毛狗係未能夠即時嘅適應，需要暫時嘅避免戶外嘅放狗，先能夠達到雙贏嘅局面。喺度再舉一個自己個人嘅生活嘅例子，去解說下點樣運用呢3個感知位置去處理衝突。有一次我哋屋企咧係有客人到訪我哋屋企，我哋預備嘅過程裏面，我同先生咧出現咗啲衝突。上年先生咧學會咗做唔同嘅點心，剛巧近日回港嘅朋友好友咧係上嚟家訪，而且係想向我先生去請教同埋學習。家訪裏面出現嘅衝突分咗3點。一，我先生好想咧去滿足客人學做點心嘅上網，佢想將佢自己學過嘅咧就盡教，而我咧就覺得係揀1-2樣去分享，
係容易控制時間啦。第二，我先生又想咧盡教，講唔切都唔緊要啊，冇問題。相對於我咧，就覺得樣樣都應該要嚟得及，同埋講得切妥當。第三，招呼客人都有唔少嘢係要預備嘅。先生對唔重要嘅事咧就想放輕，就好似預備整理家居、預備食具咁樣。佢甚至咧係建議咧等客人嚟咧先可以一齊動手都可以喎。相對於我咧，我想以樣樣咧都擺好，等客人咧可以隨手可用。喺呢個衝突裏面，我進入感知位置嘅第一位置，即係自己嘅感覺同埋想法係點呢？我想咧自己有條理地好好嘅安排，希望對方能夠早啲去傾安排嘅事情，但係佢默不作聲，令我感覺到煩厭不安。呢個時候我又問下自己，我點解要事事準備周詳妥當？我嘅需要係啲咩嚟嘅呢？當我細問自己呢一刻，我就回想起我年輕嘅時候嘅一幕情景。因為我雙腳自小咧患病，行動就唔係好方便。年輕嘅我咧，因為怕事情咧嚟唔及做得好，呢種嘅感覺促使我下意識咧培養到做事咧事事要預備周到嘅做事方式，等自己咧可以安心啲。跟住進入第二個位置，即對方嘅位置，從對方嘅立場去感覺同埋理解。而且係用同理心進入對方嘅心境同埋現象世界，因此我主動咧同佢溝通，了解下佢自小喺家裏面做事嘅情況，有以下嘅了解。第一，佢喺家裏面咧閒較少，事情咧係有一大堆哥哥姐姐咧去管，佢多扮演一個幫手嘅角色，以耕種為生嘅生活，有唔少嘅事務咧係要家裏面嘅孩子承擔嘅，所以佢慣咗事事咧係做唔到都冇辦法，而且係做事上咧係唔會事前嘅去籌劃嘅，見到有乜就做乜啦。喺溝通嘅過程裏面，佢仲分享到家裏面有好多事係要佢做，因此佢未能夠重視到自己重視嘅學業，影響咧學業而感覺到唔開心。呢個唔如意嘅經歷，佢歸咎因為當時咧係自己冇自主權，決定點樣去分配自己嘅時間。我諗成長嘅際遇影響佢今日嘅佢，對自己創重嘅事情咧，佢會更想把握自己個人嘅自主權。另外，佢仲表示佢好重視人同人嘅關係，重視人係多於事情，因此佢一方面就想滿足客人嘅需求，盡量係教到就教；另一方面就想主導同埋決定自己覺得重要嘅事情，因而咧係唔想同我多談。同時，我回想起當時自己嘅語氣、說話嘅行為，點樣係影響到對方。我積極進取嘅做事方態度，可能令到佢感覺到受壓，因此佢更加想主導自己想要做同埋想完成嘅事。透過溝通，我更加明白了解對方，有助我自己設身處地換位思考，體會對方嘅感受同埋思想。經過第一同埋第二嘅位置嘅思考，對進入感知位置嘅第三位置，又可以更具理性嘅分析。進入第三個位置，即係用旁觀者嘅位置去睇事物，即想象自己咧係離開身體，睇見自己同對方嘅交談同埋發生衝突嘅過程，以完全抽離嘅角度尋找兩者嘅共識。因此我以下咧就用男方同埋女方嘅字眼，以第三身嘅身份去睇呢次嘅衝突。第一，因為男方咧重視咧人係多於事，因此咧女方係可以讓男方明白自己嘅擔心。例如女方可以對男方講，及早嘅預備我會比較安心嘅，相信男方係會較容易接受。第二，基於男方咧係對事盡做嘅規範，對女方自動事前嘅執拾同埋預備餐桌用具，佢應該係冇任何意見嘅。所以女方主動嘅做，一方面係符合男方嘅原則，另一方面女方係又可以安心一啲。第三點，男方既然重視有個人嘅自主權，而食物係由佢負責嘅，做唔完唔重要啊，讓佢自己負責嘛，對女方係有冇妨礙。所以女方可以咧係唔需要過問，讓男方多一啲嘅空間。衝突嘅出現，透過進入呢三個嘅感知位置，避免自己被情緒嘅操控，破壞你重視嘅關係，導致傷害自己或者傷害對方。反而係時候可以冷靜下嚟，進入呢三個位置，理性嘅思考，拆解下衝突嘅因由，培養出更積極和諧嘅關係，讓大家活得更自在。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生活嘅經歷，同時提出你嘅疑問同埋見解。